台灣女星徐熙媛同老公嘅愛情結晶品終於都出世啦！大 S 呢日下晝5點鐘就喺微博宣布喜訊，話生咗啦，小女孩很平安，無限感恩啊！同時仲上咗一張腳印畫，唔知呢條腳印係咪就係 B 女嘅腳印嚟嘅呢？不過相信佢兩個嘅女女都應該遺傳咗父母嘅優良基因，似足大 S 一樣咁靚女噶啦。而 B 女出世嘅消息一出呢，就有超過8000個網友留言送上祝福，當然亦唔少得嚟自 B 女阿姨小 S 嘅祝福啦。有份陪大 S 生女嘅佢仲留言話，企喺外面嘅感覺仲緊張過自己生啊！而作為大 S 嘅好姊妹啊，凡凡都梗係有留言啦，仲附上3個心形圖案添啊！而全程都陪住大 S 嘅老公汪小菲，見證住女女出世嘅一刻，感動到喺微博 sweet 爆留言啊！話老婆呢一年都辛苦晒啦，亦都多謝大家嘅關心，最愛嘅母女身體健康，一切平安，多謝大家。大 S 懷胎唔夠10個月，所以今次咧就開肚生嘅。B 女出世6磅幾啊，而因為有對長腳，雖然名都未改，就已經有個花名叫長腿妹啦。而大批台灣傳媒喺大 S 公布喜訊之後，就湧晒台北西園醫院門外守候，現場保安相當嚴密，記者想混入去都難啊。不過醫院裏面都有工作人員咧，不停咁送水俾門外面嘅傳媒飲，哇，真係夠晒貼心啊！